極端的氣候衝擊全球，這是世界各國攏愛面對的生存的難題。根據美國國家海洋甲大氣總署的統計，為1880年到今，全球的平均海平面已經上升23公分。預估到2050年，海平面將佫上升30.5公分。會造成這個現象，主要是氣候變遷甲陸地冰川融化影響。而佇台灣，咱佫拄到啥物款的挑戰呢？首先要帶你來了解浮洲的功能。浮洲唔但穩固着豐富的石滬生態，是海岸第一道的防線，嘛會當抵擋着風暴海嘯，有重要的環境功能甲經濟價值。咱的採訪團隊2021年有到7個的石滬，了解演化區域自然的變化。原來為2004年開始，拖船範圍已經向內底退求大約500米。2025年，咱中會7個發現石滬區部分的浮洲已經完全消失。台南市水利局甲台江國家公園為2011年開始展開浮洲保育的計劃。民間團體嘛到處卡手，佇咧浮洲種樹仔，希望會當保護一直咧消失的國土。也毋過2025年7月，丹納斯風颱損斷台灣，是佇咧7個浮洲帶來更較大的危機。繼續是今日的極端更設定的專題，要帶鄉親潛入來探討。去年來的時候都還是沙灘，今年這邊已經都不見了，1年就非常明顯。近5年來，這些沙輪它都不見了，這一片防風林最少被侵蝕掉20公尺。近年來，因為一些颱風的影響，七股西湖沙洲是已經後退了大概200-300公尺以上。現在海岸線已經縮進來，快速變化，比我們以前的認知快很多。以前車子可以從這開進去，那時候還沒有水泥堤，那是土堤。這裡進去其實是看不到海，這是整片樹林。這是台南站門溪口的北岸，看起來平靜的海邊，卻暗藏着國土的危機。7公頃，你 Google 衛星雲圖看哦，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從那個地方，然後一直縮進來。我們早期都不太相信這邊的樹會不見，好，就因為太茂密了。最後一棵樹在那邊，然後就沒了。就這個堤防的最後那裡，最後一棵在那邊倒下，沒有。對於火車空照度觀測，1984年，北邊的爆發我，可以當看到發甲正暗的木滿紅的樹林。也毋過隨着極端氣候影響，海面上懸，一檔過去啊。樹林上尾也是予無情的海水淹過。我目前所在這個地方呢，是七股的西海堤，是曾文溪口的北岸，也是台灣土地的最西端。當時呢，這邊都是大面積的防風林。而在2005年呢，那個時候的沙灘是距離這邊大約300公尺遠的地方。現在海岸退縮嚴重，只剩下消波塊。華視新聞雜誌採訪團隊2011年第7個月石滬觀測，發現海岸線對2004年開始以恐怖的速度倒球。2025年，我個登來這個所在，所發現當年海邊的2樁木滿紅，剩1樁爾。然後內側這邊本來也沒有那麼多水，現在漲潮的時候已經整個都浸在海水裡。以前是沿着這堤防過去，對到最右邊的那棵樹，然後出口在那邊，好小那個小的海水的那個口在那裡。然後現在已經縮到這邊了。這裡的沙灘縮到前面草地這裡啊，剩這麼一點點。真剛飛起來的肉粽角，無法度抵抗大自然強大的威力，和海水拆解了吧。這些頂塊、消波塊，它本來是放在沙灘上，然後在這幾年大概也都一直掏空，然後就一直沉下去了。然後沉下去之後，後來又放了這些軟石嘛，然後現在它繼續滑下去啊。那個東北季風一吹，它的那個海浪就往這邊走。海浪往這邊走，它就往這邊抄，所以它沙就會往這邊流。夏天的時候，西南氣流從台灣海峽這邊往這邊吹的時候，那飄沙又往這邊走。海岸線是跟這個洋流、跟飄沙、跟季風，甚至跟颱風都有關係。
當記者記錄海岸線變化的台南社地研究員調時講，草原行向新普倫線的方向，伊感嘆短4年，沙土以恐怖速度加速流失。這邊來甘甲本來是沙灘啊、沙洲啊，不到3年吧，這邊好多垃圾。西南氣流來的時候，像這邊這一顆應該是中國的，跟寶特瓶材料有點像的。日本、韓國，我們大部分都是用 PE 英式葡萄。啊，這個是寶特瓶，這個便宜很多啊。海漂本色，和海潮衝起來掉在肉粽角的空旁，本地大塊塊土地和海水代替，海岸線一直倒久，已經真做事實。台風天過後或西南氣流過後，看垃圾會告訴我們海岸線到哪。像現在有沒有都在這？這草經過海水大概就不會活，明年來應該這些都死掉。很快耶，真的很快耶。草瓦口、樹瓦島，佮充滿着大量的海漂垃圾，面對着極端天氣帶來的風暴，有影是無比嚴峻過。極端氣候影響非常大。之前每一次被刮走不見，都是在台風天過後，所以風暴潮每次就刮一點。黑面琵鷺保護區轉彎處最後面轉彎處那裡，天氣不好，像台風天那個浪是可以越過堤防。我們現在看到海水跟這邊魚塭的水的高度，海水比魚塭的水高。風暴潮大一點的時候，或者一旦破堤的時候，這就直攻台61或台17。在都會區當然也會有都會區的問題，例如強降雨，你排水不及，好像台南市就很容易淹水啊。強降雨我們很會淹水，大自然力量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對啊，這樣子啊。好，我們接下來過去國聖燈塔了。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在去年來的時候都還是沙灘，然後現在要從這走過去也過不去，我們要從這邊上去才過得去了。就去年到今年的事情變化非常大。前年我們可以跟他拍照，那時候有台風天過後，不是插了一個很高大的樹木，我們還可以從這邊走到沙灘，大概在那邊，樹的還要再過去。然後現在你看水已經到這，涨潮會到這，整個都泡在海水裡了，而且這裡的沙是斜下去的，所以變化的速度比我想象的還劇烈。海岸邊的山巒頂，攏是無薑加苓刺草，看起來真水。背後暗藏着國土消失的溫柔。去年到今年，我們在右手邊這麼大片這麼美的沙丘，本來是在左手邊，然後今年來。就突然間發現海的內側已經沒了，全部都跑到堤岸內。然後以前早期還會來把路清出來，現在也不用清了，因為你趕不上它積沙的速度。台南七股石湖，對北邊的青山港山，到南邊的頂頭結山，加離島的望仔寮山。在沙洲範圍形成的大海區域，是台灣第一大石湖。沙洲加做國土保衛戰關鍵的第一條紅線。以往的話，大概研究起來的話，我們的七股西湖沙洲是長期是呈現一個侵蝕的趨勢。因為以前的沙洲它其實還蠻外圍的。那是近年因為整個漂沙的減少啊，還有一些沿岸的土體效應等等，會造成我們沙洲是持續的後退，其實已經後退了大概200-300公尺以上。七股西湖我們也在從112年到114年也是一樣，我們在七股西湖裡面把它清起來的那個沙就把它放在那個是王仔寮上的然後將近有8萬立方公尺，它那個容量可以維持住1萬。另外，它原來的這個沙呢，又放在外面，又把它保護住，等於說這個是一個自然掩替，我們人只是把這個自然掩替把它延長一下而已。阮對南關碼頭啟程，前往七股石湖上外口邊的望仔寮山。這片沙洲在1996年到2000年間，密往東邊數10多公尺。人工的風雨林小沙崩塌，海沙坡甲連續沙輪也漸漸消失。
一直以來攏是安尼。近5年來，很多在這個地方國家公園成立之後，這邊還是有沙輪，但是這些沙輪徑寬大概都有，我們講最少5到10公尺以上，它都不見了。這邊就是很嚴重啊，它整個大變形啊，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這種樹林的樣子，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樣的哦。在這大漢的在地自強船長，見證一片沙洲的倒救。那以前海會最多是在這些我們講的這些護沙林這邊而已啊，不會打到林子裡面。所以去年那個颱風有沒有最明顯？這些樹林最少被侵蝕掉大概有10-20公尺。我講的是樹林哦，不是講沙洲這個部分哦，光樹林哦。艋舺寮山應用各項珍貴物種，挖去沙洲共存，也甲觀光產業互相依偎。資深基金會對2020年啟動在沙洲展開種樹蛙的計劃，想盡辦法爭取時間。挖一個植穴起來之後，大概會去比較一下它的那個大小，這樣子，大概會稍微略低於地面一點點這樣子，對，然後再來就是會覆土。那文珠蘭算是我們少數觀察起來，它算是幾乎算是全能啊，可以克服這些海岸種樹的困難這樣子，像是它可以耐旱，然後它可以抗風。這些所有的這些逆境條件，它通通都全能的可以克服。像土城鄉這種，它就是算是比較耐陰性的，然後又可以適應，它是算是高抗炎的樹種，這樣半遮陰的環境下，它長得非常的好。艋舺寮山對北高南種超過12萬種樹蛙，樹蛙甲大自然繳大水的同時，咱運用工法爛砸回山，為挽救沙洲倒救的危機。這個就是木麻黃，因為它們比較抗風，那我們就可以在它的後面呢，再把其他的樹種再種進來，然後爭取其他樹種生長的時間，然後透過這個防風圍籬呢，在一開始把這個強風擋住，然後爭取我們樹苗生長的時間，然後當它整個生長長起來適應環境之後呢，它就慢慢就往上衝，就從原本的可能不到1米的高度。然後2021年剛開始種到現在，已經都大概5米左右。海洋將沙土沖走，要安怎將沙土留點海沙坡？必須要挖克水利工法。華視新聞雜誌團隊時隔4年再度帶你來關心台南王仔寮山的海岸線變化。在畫面的右側，原本有一條景觀木棧道，不過因為沙灘退縮的原因，而在2023年的時候被杜蘇芮颱風給沖毀。因此呢，現在又往外做了69座的減浪柵，就是要防止國土面積一點一滴的消失當中。全力挽救守護國土，市府水利局、民間團體和學者共同參加海華山保衛戰。它的減浪大的功用大概是說，它可以在海岸線直接抵禦這個波浪，那我們進來的波浪可以有一個消波的減浪的功能。這個就是他們用那個之前打上去的科架去做再利用，把它裁成後去做組裝，組起來以後呢，就可以把那些比較海廢的一些東西把它阻擋在外面，不會去影響到我們防風林。那目前的話，像我們以我们在市府水利局做的青山港沙洲為例，它從每年的退縮已經減緩到6公尺以下。颱風暴潮的時候還是會有一些流失，但是整個岸線的位置是控制住的。但目前的話，灘線是控制住在到105年的時候都控制住在跟現在一樣的位置。真自然工法是一種解放，不過也有不同聲音。還是會先用生態的工法去做持續的一個往南延伸去做保護補強，就我剛剛說的竹樁、沙長帶，還有人工養灘等等，我們持續的把它去做起來。那一些比較硬式的，因為民眾也會希望想要去做離岸堤啊等等，那這部分可能就是要比較去慎重考慮。如果從整個七股西湖沙洲從北做到南的話，施作37座離岸堤大概要9.2億的經費。事實上，水的東西是這樣的，水跟海浪一樣，你越強硬給它，它反彈力越大。對，所以海浪我們一般我們在做海浪那個的堤坡是1比6的，就是所以它這樣緩緩的去所以它來的時候就就軟掉。你如果用強硬的那個很直的，那個海浪來就啪，它就這樣子，事實上很容易造成它的技術高空，這個海堤很容易垮掉。所以我們大部分都不大願意這樣子做。如果取得社會共識說一定要這樣子做，那我們也可以來做。
有關，增加國土消失的速度。在這項極端氣候對決的同時，水利工法、種樹啊保山，敢真正對當降低風險的？海對國家面對着氣候變遷危機，同時這嘛是佇台灣的咱必須要嚴正面對的生存挑戰。